台南市环保联盟上午伫台湾环保中心志工黄安调的带领，包括环名理事黄子云、田心有机农场的负责人徐子山等人，伫东林运动公园的大门口来召开记者会，因批评公部门伫植树节来宣导种树啊，毋过背后却来插树啊，包括进前7股的平地造林，规个草坪来种灯，以及最近桂子山的大黄景顶。批评公部门袂用个互植树节来变成树木的浩劫。要生活，反对植树浩劫。要生活，反对植树浩劫。要生活，反对植树浩劫。水沟车这件是上近的吼，这件算是文树的文树的古迹，但你竟然。将几啊山啊村甲路平，而且阵参早大黄景的时候，你就甲废掉，啊！你以政治权去为名，啊，都不对嘛！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吼，有这件代志，我也感觉讲，咱市政府对树木、对森林的重视根本就无嘛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树啊吼无保护袂使啦，真正无保护袂使。啊，你文书的物件无保护嘛袂使，文书的物件破坏了就无去啊嘛，迄袂是古董的物件嘛。啊，所以我是作反对讲，以后港田农场是毋是会用这种粗暴的手段去撤树啊？啊，像我来讲，真就变下去啊！啊，比如讲，咱头前咧栽细丛树啊，后边咧撤大丛树啊，啊不对嘛！前面风光种小树，后面疯狂砍大树，不对嘛，逻辑不通嘛。所以唔望这些其中会当听到。除了7股甲桂子山的树木被撤，环保联盟嘛为港尾高溪流域的港前农场的树木来签名，呼吁公部门袂用个为了工业区的需求，牺牲农场67公顷的森林面积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